来关心国际消息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正式就职，伊今年73岁，是印尼有史以来上济岁总统。今仔日就职典礼，美国有派代表团参加，马来西亚首相和中国国家副主席嘛拢去现场恭喜。 特殊期引导之下，印尼前总统佐科威甲特别就职的总统普拉博沃进入国会。在柯南金见证之下，普拉博沃宣誓接替佐科威开始未来5党的总统任期。除了伊以外，37岁副总统吉波人嘛共时间宣誓就职，而且签就职文书。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 Demi Allah, saya bersumpah akan memenuhi kewajiban Presiden Republik Indonesia. Dengan sebaik-baiknya dan seadil-adilnya. 今年73岁，普拉博沃是印尼第8任的总统，嘛是印尼历史上年岁上悬的总统。过去满2届竞选总统却失败，正做佐科威做总统时期的国防部长。今年2月总统大选，伊甲佐科威大后生吉波人搭配，提出包括替儿童提供280亿美金的免费餐点的计划，才会竞选成功，得到超过58%的选票。第4月得到印尼选委会认可，宣布当选总统。 为了避免就职的典礼出现状况，印尼首都雅加达各地嘛部署包括电报警察、驻急手、加反无人机小组等等，差不多10万名的军警在现场周围戒备。Kelompok-kelompok yang kita pantau akan melaksanakan kegiatan aksi. Oleh karena itu, tentunya kami dengan Panglima TNI terus bekerja untuk memitigasi, meminimalisir. 20早起的就职典礼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率领官方代表团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、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加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等，数十名各国的外交官员嘛拢到现场祝贺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义。